只是他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吧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相信今天很冷，不要感冒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要活到投票的时候，不要现在就年纪轻轻就感冒了。什么？好好过日子啊，好孩子们。你说你谁的报了？要那个心情，好不好？投票很简单，没有那么困难，就靠我们的这份力量了，就跟第一次出草是一样的感觉。有没有第一次要投票的？有没有20岁的？有没有？很紧张哦，不到1个月了呢。谁的报来技术？骰子的。阿美族的话可以用赛德克的语言的口气呢，很像哎。哇，骰子的技术。好了，不要闹了啦。我自己在闹，对不起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开心，然后把这事情放在心上，用你们行动来证明这一切，好不好？这首歌《拉千玺》。天空下的太平洋，一直围绕着；太阳下的太平洋，一直围绕着。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名字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玺是拉千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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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哦呀，我爱耶呀，那海呀那呀哦呀，我海呀，我爱耶呀，海呀，海呀，哦呀，我爱耶呀，那海呀那呀哦呀，我海呀，我爱耶呀，海呀，海呀。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围绕着，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，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玺是拉千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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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哦呀，我爱耶呀，那海呀那呀哦呀，我海呀，我爱耶呀，海呀，海呀，哦呀，我爱耶呀，那哦海呀那呀哦呀，我爱呀，我爱耶呀，海呀，海呀，有最有力量的尖叫！